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我们农地社区里边有几多无共样的社团，有的社团在推广一个文化，有的在推广一个产业，也有的社团呢在推广一个社区养猪。到底乜嘅係社區養豬呢？今日我哋都邀請在地嘅好朋友好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哦。雖然我嘅在地嘅好朋友佢咩行業，但係佢做嘅全部都係客家社區地部嘅事務哦。今日就嚟分享我哋六元區產業交流促進會嘅理事，我哋李一新老師嚟同大家分享咯。歡迎一新老師。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绿元气产业交流促进会的理事李怡欣，那同时也是实践大学休闲产业管理学系的老师。哇，歡迎老師，老師你係第一擺嚟到我哋節目呢，終於有請到老師哦。老師，我想請教一下哦，頭頭才說嘅，老師是綠元氣的理事，也個社團的理事嘛。但係老師你有一個身份係實踐大學的先生，嗰時候請教一下老師，你喺用辦同一個社團吼有聯繫的呀？就是怎麼樣的情況下，老師您跟綠元氣這邊有所交流的呢？就是綠元氣它是在就是93年的時候設立，那當時是為了要營運就是產業交流中心高樹的元氣館而設立的這樣子。然後當時他們在營運就元氣館的時候，那時候我在實踐大學也有參與一些就是社區營造社造的工作，然後所以跟綠元氣這邊就有蠻多的互動。呢，老師。綠元氣一個產業吼，可能係個社團嘛吼，可能最初的時候，剛剛老師有提到，可能係做一個經營綠元氣館，一個館舍喺某個情形之下去設立的。當時它是台灣當時在其實一方面有推社區營造，然後但是也有在想要學，因為台灣的社造也是跟日本學的，就造町這樣子。然後當時想要跟日本學，有一種叫道之驛，就是也就是類似，它其實在日本都是在休息站那邊設立的這樣子，對。然後那台灣就想說要像日本一樣，就是可以設立一個產業交流中心，然後推展各地的那個就是產業這樣子。那你自己本身的專業是社區營造嘛，所以那您是你有興趣呢，還是什麼樣的機緣之下給你去做了這個樣子研究？是當時我在大學的時候，就當時是文化部的前身文化建設委員會，他們就在推社區營造這樣子，對。然後那時候有所謂的社區營造種子培育這樣子，然後那時候就參與了那個社造，也有去做參訪。那時候我就覺得說，如果台灣的每個社區它都可以做社造的話，我覺得台灣會變成是一個蠻有希望的一個國家這樣子。然後所以那時候後來就因為台灣的社造其實也是跟日本學的，所以那時候後來就到日本去留學。我的研究是比較是從工藝產業的振興來做社造這樣子，然後所以因為這樣子的因緣機會就參與了，就一直都是包括畢業回來之後都還是在投入在社造的行列這樣子。自己在加入那個綠元氣的社團之後，這一段路程當中有沒有哪一些是有實際參與過、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事蹟呢？好，就是我們那時候在推，就是高速道路觀那邊，他們，因為他們有兩個蠻特別的一個祭典，一個是四股槍板，四股槍板，對，然後另外一個是西梅過年這樣子，西梅過年，對，然後有一年就是因為西梅過年是在元宵節的時候，其實是那當時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文化，就是它是為了要感謝就婦女的一年的辛勞，所以那一天婦女其實不用做事，我們就提供一些活動這樣子。那當時就是在西梅過年的時候，就也有安排他們那個就 cosplay 的，就有秀一小段這樣子。安妮老師，其實有一類問題哦，當安妮分享之後，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個好奇的疑問啊。如果社區養豬好像它包括的主題非常的廣，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辨識，也還是說社區營造的內容它到底有哪一些？可以請老師，這個是您的專業，跟大家介紹一下。好 ，OK， 好，那它社區營造它有很多的面向啦，早期可能會去從那個環境的綠美化開始去做這樣子，然後也有做比如說它會做像河川巡守啦，對。
那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也会去做关怀据点这样子。然后这几年其实就比较多面向，因为有年轻人的参与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做的面向就很广。比如说他可能会带着年轻人去访问一些耆老，做 podcast，对之类的，就是然后或者是他可能有时候是研发一些文创产品的也有。所以我觉得社区营造它基本上是让社区可以整体更好，让我们的就是长辈可以有人照顾，让我们的小孩也有人照顾，然后社区的整个环境呢或者文化，它可以都是发展得很好。哦，故说讲社区养做可以讲，俺们睇社区地方做事情，它就是一个社区营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帮社区做事，它其实就是社区营造的一环，大致上来说，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啊，对啊，对。安年老师前面安年分享之下，条都俺面都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老师你这个本身没行业，不是客家人，对不对？那你开始跟绿园区接触之后，是在客家的社区高速那边，在做这些事物，那会不会是说不习惯呢？还是说有一些比较说文化上的冲突点，或者是刺激的部分？那我觉得，比如说像大陆关那边，它有蛮多的，我们刚刚说的四股讲板或是因为关联，就是它有很特殊的一个，虽然是很小很小的聚落，但是它就有很特殊的文化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说客家的那个文化其实是台湾蛮精彩的那个部分这样子，对。那所以老师您第一次这样子接触到客家文化的时候，那时候您自己的印象会是什么？我觉得说客家人他们就是，比如说那时候比较接触到的，就觉得说他们妇女其实是蛮刻苦耐劳的这样子。然后大家因为我的学校是在比较靠近美浓那边这样子，然后美浓那边就是博士很多嘛，现在还是那，所以就是我感觉上说，他们就是那种读书的风气非常的兴盛这样子。我对客家的那个印象是这样子的。顾寿公，你会不会因为有在这样子跟客家有接触了，特地你自己也会有带学生嘛？你会鼓励学生去研究这一方面的主题，或者是特别想要去跟客家的社区再去做一些连结或互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也有。对，我们之前因为我们是休闲产业管理学系，我们也有实习啊，所以早期也有介绍学生到绿园区这边，对，包括也有工作，毕业后有工作过一阵子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今年有想说要跟那个之前也有去过美浓爱乡协会或者是奇美社区大学这样子，因为我们学校比较靠近那边嘛，然后也有想说就是现在高雄鸟会在美浓的那个水质保护园区也有在运作这样，然后我们也有学生想要过去实习。也係因為安尼嘅關係，是故作講老師更加做嘅事情，大部分都同安尼客家社團有關係呢，吼。對。那這樣子，李萱老師，你後面在跟綠園區接觸，他們也是在做這個元氣館的進駐嗎？那到目前為止，還在經營元氣館嗎？没有，因为产业交流中心，老实说，它高速这个位置其实交通不那么的方便。但是当时我觉得营运也是蛮不错，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就是营运那个产业交流中心元气馆，所以就是有蛮多人他会来元气馆这边，然后认识这个屏东这边的一些产业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因为它的建筑物是公所的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公所就。后来就是我们营运团队就换人这样，然后我们就换到那个大金农场这样子，对。然后那现在又从大金农场搬过来这样子，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也换了几个地方，但是都在高树啦，蛮深耕在高树的。但是我们也一直都关心屏东的一些社区这样子。你睇下個過程當中，老師你這個對一個屏東的社區養錯啦，也一講高速當地的這個社區的變化，你們有覺得它有因為綠園區社團的介入，或者是產生有哪一些的不同的影響嗎？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大陆关，我觉得就影响蛮大的，因为他们刚刚讲那个四姑墙板或生命关联是曾经断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对。然后那也因为我们去推动，然后包括我觉得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其实也一直都很关心，我们甚至在那边也有办过那个大陆关研讨会这样子，对。可是那个研讨会并不是就是非常学术的，它就是比如说在地的文史工作者，甚至是妈妈，比如说他们有一年我记得蛮深刻是他们是以腌制，因为客家有很多
腌制的那个食品这样子，对。然后比如说他可能是对，就去讲说他们连芒果都可以拿来腌制，对。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去讲他们的腌制，然后甚至有一年还有去布袋戏也可以来演，就是说你可能对在地的文化，比如说可能或历史哈，就是他可以去有一些探讨，但是你的展现方式是不限定的这样子，对。你要去研讨会迄抢大陆关这片的人吗？还是讲其他地区的也包含在里边？就是只有针对大陆关，然后因为它就其实是2个社区嘛，对，然后所以它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就是说我觉得蛮多人都是对这个地方它其实是都是很关心的，而且它的客语其实是就是也是它有独特的那个它的腔调这样子，对，它有它的语汇，对，你今天也个研讨会还有在继续吗？有，它其实还在继续。不说讲维持了多久啊？蛮久了，应该10几年应该有哦，对，算蛮不容易的。观众朋友，透过怡欣老师条到案例的分享，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做一个沙器的师傅，同俺的日常生活都有相关的呢？不过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大家莫走开哦，等一下再来听听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怡欣老师同我们说嘅6年去一个社团，其实係样蛮顺利咧，其實做咗那條嘅事情。但係呢，特別條到我面對一件幾神奇嘅事情，如果講今年甚至於講有推動一個菜體文化資產嘅保存，又有乜嘅一回事呢？你請教一下怡欣老師吧。怡欣老師，條到我有提到講啊，能做一個沙器養殖之外，還有甚至於幫了社區去做一個文化資產保存的推動。就是剛剛條到講嘅溪谷窮班的部分，可以請怡欣老師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案例嗎？你們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去 push 這件事情，又怎麼去做的？好，因為本來做社造，他就會去關心地方的文化的保存，跟他也會希望他可以有一些怎麼樣子保存，然後活化又創新這樣子。然後當時就有透過大陸關那邊的文史工作者知道說有這個四姑牆板，它就是在中元節的時候會辦的一個活動這樣子。然後就是我們說的板呢，就是櫃，我們今天一般在講那個櫃哈，然後是會放就是板跟比如說水果或者什麼這樣子，桶的啦、餅的啦，各種點心這些，然後就在那個廟的前面廟城的前面，然後就會讓，就其實大部分是小朋友啦，就是會讓小朋友講，雖然大人後來好像也會跟着搶這樣子，對。然後其實不只是四姑牆板這一個，就是因為它是算是無形文化資產嘛，所以是在2015的時候就有登錄。可是不只是四姑牆板這個，就包括它也包括它那邊有那個石獅的文化信仰這樣子，對，它有3隻石獅，然後像這個公仔就是它是第3隻石獅，因為它是民國時期之後，就是比較是彩色的，對的石獅，不會過新的啦。對，然後有獅老大、獅老二都不同的時期。是我比較喜歡的是獅老二，因為它是它的那個取材是就地取材，所以也有地方上面大石頭啦，或者是磚這樣子。對，就是其實3隻石獅都不同的時期，然後都有它不同的可愛之處，這樣。那怡欣老師來強調一下哦，像頭都講的無形文化這些民俗啦，包括文化資產，所以它跟這個你們推出的這些算是文創嗎？也講是宣導品？是在這些期間去創作的嗎？對，就是這是歷年來，比如說剛剛講那個大陸關，包括它的石獅、3隻石獅的信仰嘛，然後四姑牆板這樣子，那是文宣品的部分。對，就是一方面是文宣，一方面我覺得也是讓更多人他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這樣子，對。然後再過來就是這兩個是今年算是去年做的那個就是文化產品的研發這樣，那這個也是高樹，它是新南社區，他們其實是有那個
小朋友的那个施政这样子，对，然后所以用那个狮头为意象做灯笼这样子，对。可以拿红了要跟灯笼，对，灯笼很可爱呢，很电影香呢。对，然后在旁边的是那个三地门的安坡社区，我们有结合，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小米啦，然后结合原住民的图腾，还有包括多肉植物，那这个也是灯这样子，对，对。啊，也给卡邦的就是袋子这一些，对，也会有一些袋子，然后还有包括前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那个hinoki 块木做筷子，然后汤匙，然后最左前方有小册子的，就是我们每年社大中心都会推4条平北、平中、平南的文化行旅的路线，然后都会大概1000元以下，就是让民众是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然后跟着我们去，而且都是其实并不是那么不是走那种很知名的观光景点，而是进到社区里面去做深度的体验。比如说去年就是屏中就会去像潮州就有一个实境游戏这样子，对，然后也会带大家去吃当地的小吃，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比如说文创的 DIY 等等的这样子。老师，按你头先讲的，迄道才有做，迄教的嘛个实境游戏。那到一个地方，Saki 底部教一个实境游戏，到底可以玩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点是像寻宝一样这样子，对，你就按照它的那个地图里面，有可能有一些是小吃，有一些是比较特殊的店，或者是有可能是古迹这样子，对，有点像是闯关然后寻宝的那种感觉。有专门的欣赏，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带领嘛，对不对？对，是。按你唐风的龟神奇龟好高呢。对。按你老师，你不用演戏哈，他是做这个社区营造的工作嘛？那怎么会从社区营造做自己的社区，跑去变成是一个所谓社造中心？那这社造中心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刚刚老师突然间讲，我就一直很好奇，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好，那因为比如说从元气馆跟就那个时期就是推产业发展嘛，那我们刚刚有说社区营造它其实有很多的面向，产业发展当然也是其中一个这样子，对。然后那其实我觉得元气一直都在做社造的工作，那只是后来就接触，因为现在每个县市就在921之后，每个县市都会有一个就是社造中心这样子，然后就是协助辅导跟协助社区公所跟青年来做社区营造的工作。那后来绿园区就讲说，绿园区就觉得，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就只是在于屏北地区，我们就希望说，我们也可以服务到更广大的，就是包括屏东整个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有承接了，就是我们有去就争取了这个社造中心这样的计划，然后这几年都有就是来执行这个社造中心的计划。原来安呢，我所讲其实在一个地方做久了，深耕久了，跟人像比如想讲，其实可能可以挑战一下，变做服务一个体系之外，去服务贵的屏东。老师，我继续请教，从条都能讲一个小路线来讲累积了这么多个，像你们去找一个路线的时候，你们去怎么把它判定说，可以推动成一个观光的路线，或是体验的路线，是怎么样去跟在地去磨合出来？因为我们做社造本来就是要很勤跑社区，跟社区把干净，然后也了解社区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规划这个社区，就是我们现在讲屏东文化行旅那种小旅行的路线的时候，我们会去评断它的社区的动能这样子，比如说它会不会有人可以出来带，然后是有人可以讲，或者是它有没有风味餐，然后它有没有导览解说人员这样子，对。然后我们通常会设定一个主题啦，这样子，对，然后针对这个主题来设计路线，有时候可能是应该至少都会串联大概2个社区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去年比较特别，因为以前都是社造中心来规划这个路线，然后但是去年我们就想说，我们就透过我们有屏北、屏中跟屏南的区域平台，然后所以现在每一个区域平台它设计的就不只是一条路线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希望社造中心可以来扮演一个，因为我们是辅导团队嘛，就是说我们这个是踩线，然后它后续社区其实是可以继续来，就是自己来承接这个小旅行的那个活动，比如说像枋寮的兴隆社区，有一些社区它基本上现在其实是可以接团的，有的它甚至是光靠这个，就是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那个产业来讲是非常的有帮助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因为
休闲旅游它其实是讲说无污染的，就是相对无污染的产业嘛哈。那所以对社区来讲，我觉得会选择发展那个小旅行来讲，就是只要你社区是有特色的啊，有人出来带，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很多社区他会想说要朝这个部分发展啊，或者是比如说社区的特色的作物啦，或者是文创产品，那这样子就有办法透过这个来行销。假使讲咱社区吼，像今年可能有非常丰富给人的资源、产业啦、文化，可是他们不懂得去怎么去利用，是不是今年也可以直接主动跟你们联系，请你们去协助做这些规划？也可以啊，对啊。然后我们社大中心的话，就会有那个培力课程这样子，对。然后培力课程就不只是就是当年提案的单位或青年，它也是开放给一般大众去来报名参加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的主题会每年会蛮多元的，比如说。像去年就会有因为现在讲永续发展，所以我们有那个自然石器，比如说像客家也会有用月桃叶啦，或者是有的是用香蕉叶啦，就用自然的叶子来做包材或者是食物的盛装的器具这样子，对，然后也有比如说我们要跟科技接轨，我们就说 AI 怎么样在社造里面去运用这样子，对，然后怎么样子去行销地方，对，那所以我们的课程其实是还蛮多元的，老师。你能作为安多从某共用的一个小旅行的部分，你这个对于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除了条头公的潮州啦，或是访寮的，还是说我们客家的沙客家的社区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旅行的路线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现在应该也可以有在推动，就是万峦五沟水的飘飘河，对吧？但是它除了飘飘河之外，它其实也有类似算是寻宝游戏，我觉得它跟实境游戏有点像，因为它也是类似闯关这样子的，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实境游戏有一些实境游戏盒非常贵，对吧？对，但是它那边就不会那么贵，我们是比较平价，但是它又可以，比如说我印象蛮深刻是，比如说它的其中一关是可以喝到当地的。可能凤梨跟那个什么米曲嘛做的那个饮料，手摇饮，对，然后但是就是很在地这样子，对，然后你也可以进到他们的伙房里面去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其中一个就是关卡，就是你要去拜他们的伯公。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边我们有一年去，就是大家都玩得还蛮开心的。当然，我觉得那个飘飘河也算是，因为它是有伙房跟里面的一些水圳是非常干净的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在地的就是协会、地方组织他们是可以承接这样子的团体的，观众朋友，原来我们的协会唔单止做自家菜地沙区的工作，甚至于讲来做到全屏东沙区的养草中心哦。当然，底部还有更多神奇的故事，等一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咯。前面讲的安度沙区的师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怡欣老师继续来行了沙区咯。怡欣老师，前面讲到一个社区养草的中心、社区营造中心来讲，除了培力的课程之外，他还有做了哪一些的事务？除了做培力啦、规划这些流程之外，它还有主要哪一些项目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社大中心就除了培力课程之外，我也希望能够形塑一些屏东的特色文化。然后，所以前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创新的行动嘛，就是有请那个新皮的客家人，他是严志文老师，他也有当年那一年有得到那个金曲的那个客家专辑。青有名老师跟桂有名，他今年那乐团也一定的好听呢。对，然后他对于我觉得就是他对家乡其实也是蛮希望能够有时候回馈家乡。他在家乡有时候也会办一些音乐会什么的，然后所以我们就邀请那个老师有上来培力课程，我们跟老师来有分享那个就是他的创作，然后还有包括也请他带着大家一起就是那时候请他来帮屏东做了一首叫《阳光的故乡》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屏东是多元族群嘛，所以它里面会有客家话、闽南话，然后又有原住民的的那个就是它的词汇里面放进去这样子，对。然后它主要就在讲屏东的在地的文化，然后录制的时候也是跟社区的人一起录制的这样，所以有客家人、闽南人这样子，然后又有那个原住民的朋友这样子，对，算是就是蛮特别，就是为屏东做一首歌，屏东的歌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奇妙、有趣的火花这样子激荡出来？因为可能老师是客家人，可能录制这些大家是不同族群的，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它有一些因为这首歌它会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因为每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成果展，社造成果展，那所以在那一年的成果展，它就会比如说它会中间会有一个 rap， 那它这个 rap 可以换成不同的，比如说它可能客家话，可能是原住民这样子，对，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希望这首歌或许可以，我们以后希望就是可以多多推广，然后但是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可以其中一个部分就会长成他们地方的样子。嗰種講更加做藝術歌嘅，其實係第一鋪，有可能會不會第二鋪、第三鋪也會有其他的歌曲啦，甚至有戲劇啦、電影這些的產出。對對，就也有，所以我覺得社造的呈現方式其實是很多元的。然後那一年我們做歌，我們就想說，社造可能因為走了已經30年了，然後我們想說，社造可以怎麼樣子玩出不同的樣子，這樣子。就對這個印象來講，其實我們也有做過沙琪的師母嘛，強調一下宜興老師，就是說社造我們走了30多年，應該很常會聽到一些新聞裡面講什麼社造2.0啊、3.0，甚至於講到有個地方創生。那老師就你的專業的觀點也經歷了地方的事務這麼久，是怎麼去看待說我們現在屏東也好，台灣也好，我們的沙琪養抽是有哪一些優勢，或有哪一些還要再進步的地方呢？因為社區營造它已經是30年嘛，然後但台灣很多的政策其實是跟着日本去學日本，跟着日本的腳步走，然後包括社區營造，包括地方創生這樣子，對。但是我覺得台灣還是有台灣它自己的特色這樣子。比如說這幾年，其實為什麼會有地方創生，就是因為社造走了20-30年，我覺得它還是有它的局限在。比如說，因為社造很多都是農山漁村，他們對於自己想說為自己的家鄉想說盡一份心力嘛。然後，但是我們現在少子化，包括人口老化，還有包括年輕人口的外流，其實是蠻嚴重的哈。那地方創生，我覺得比起社造，就是它更專注或更支持那個年輕人，他可以返鄉或進入家鄉，然後可以發生就是發揮年輕人的創意，去幫地方的，比如說文化特色可以更形塑出來，這樣子。老師，你注意咧，專業的學者、專業的學者的角度，又加上又有社區的實務經驗。那假設說，我們更加不管係後生朋友、年輕人，也係說退休之後想要再進入自己的故鄉去幫社區做事，你覺得啦大家會具備什麼樣子的條件，才可以下來做這些所謂的社區營造啦，也係講做其他文化嘅部分？我覺得興趣我覺得蠻重要的，然後熱忱跟使命感會蠻重要的。但是我覺得你要很真心喜歡這件事情，否則我覺得它很難做得持久這樣子。然後老實說，一直到現在，社造計劃它其實是不太能夠支持就是人力的薪水，老實說這樣，但是地方創生是可以的這樣子，對。然後，但是目前現在因為早期我說是文化部的前身，比較文化面向來做社造，可是現在其實各個部會都有社造相關的計劃，所以其實你也可以透過年輕人或者是不管是不是年輕人有心有心想要就是對社造有興趣想要投入的，都可以就是可以找相關的計劃來做這樣，但是可能也不要為了做計劃而做計劃，但應該是說你自己你的專長是什麼，然後你想要跟地方上面朝什麼樣的方向去做，我覺得是先有大家的共識跟願景，我覺得會蠻重要的。然後接下來就是找資源這樣子，找計劃，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來找我們社造中心，或者是可以到那個屏東社造園的 FB， 我們就會有那個像剛剛說的培力課程，或者是你只是想說透過小旅行認識社區，其實你也可以進到這個
的 FB 上面，我们就会有相关的资讯，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就是我觉得可以从其实社造就是从你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去做这样子，那也不用想得太复杂，我觉得是这样。安尼医生老师，他们安尼分享，等于讲更加吼，安尼协会来做一个社造中心，其实全屏东沙起的台西是大小事情都统包。你看你们要辅导，又要规划，甚至人家的咨询都要，所以是不是这我理解的有错误吗？就全部社区的大小事情，你们都可以帮忙？就是社区要看，因为我们是比较是文化面向的这样子，对。然后像关怀据点，他们可能也有就是不同的，因为现在各部会都会有，然后各个部会，比如说像农村再生也会有那个辅导团队，应该是每个部会它都会有不同的辅导团队。那我们的话就是比较负责文化面向的社造。但是假设社区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话，第一步还是可以先找到你们，你能够探索帮他做一些厘清跟分享，对不对？对，可以。安妮怡欣老师，你能要跟条头讲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旅行的部分，那个体验嘛。所以说，之前的都已经办完之后，现在每年都会固定吗？现在的规划有出来了吗？目前还没有，就是路线还没有，还在规划中这样子。然后，但那个每年都会办的，就是大概在9月、10月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注意，也是都会在那个屏东社造园的 FB 或 IG 相关的讯息都会在上面。然后大家其实有一些路线很受欢迎，都要秒杀。所以对，然后有些人就会有的人他就会每年都参加这样子。那我们欢迎对于屏东的社区有兴趣的，大家就因为我们的路线其实是真的是带大家走入就是社区里面去这样，然后可以做比较深度的文化体验。安尼讲到转来，其实条头堂以前老师安尼分享过，协会做的安多的事情，甚至于讲从驻点地方的驻点可是到一个社造中心，帮整个屏东社区在做一些经营啊、分享这些事物。那你能睇某共用的文化，就像前面问到的，老师对于客家文化的印象是什么？那猎人系协会在针对除了原本自己熟悉的客家的师傅之外，接触到了不同后路的他的族群，甚至你看连原住民的部分也有。那工作人员大家在接触到这些不同文化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出来？也讲甚至于变成是说，他感觉这个好像更有兴趣，他会专门想要去 push 这方面社区的事物，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所以我们会接触蛮多社区，除了客庄的社区、原住民的社区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台湾也蛮注重，因为它本来就是多元族群，所以比如说像现在客家电视台、客家委员会，然后有原民台跟就是原民会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其实它比一般的闽南社区，像原住民的社区跟客家社区，它其实会有多一个管道，它可以去申请相关的计划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像原住民的话，他可能会，我觉得他们都很乐于分享，他可能不见得赚多少，然后当然他们都很乐于分享这样。然后现在我觉得，比如说像三地门的里那里，他们就会有一群年轻人，因为他们毕竟是88风灾那时候一下，然后但是他又面临到，因为是3个不同的社区又集中到那个地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这几年其实发展不错，因为有年轻人他可能在发展一些部落的生态旅游啦，然后文化方面的也有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遍地开花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甚至他们那边有一些餐厅，然后或者是你要做风味餐啊，部落的体验啊，都是可以的这样。那我觉得屏东。除了客庄它有很大的特色之外，我觉得原住民它基本上也有很多有很多看头的地方。不过老师条到安尼分享，不管係客庄也係講人哋原住民，其實作為好的部分，大部分還有年輕人回來再加在裡面去做這個工作嘛。那是不是現在社區面臨到最大的問題，還是高齡化、老年的過度這個部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屏东的社造它有它的特色，就是说他们这几年从大概107年开始就有所谓的青年村落文化，就青年的社造提案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如果你有年轻人，就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也可以哈，就是你可以来提就是我们青年的社造案这样，每年大概都在4、5月的时候会公告，也是会公告到那个屏东社造云这个 FB 和 IG 上面这样子。然后我们鼓励其实青年的社造，因为它通常都是很有创意，然后又
很有行动力，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屏东的青年，还有包括新住民哦，因为现在新住民也有2代哈，然后所以新住民还有另外一个是新住民的社造计划，那所以不管是青年或新住民这些，其实他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管道来投入社造的行列。嗰種講，大家只要有心，其實都可以試過那心。不管係其實社區的老化也好，年輕人還是需要進來啦。對，觀眾朋友，今日透過怡欣老師安尼分享，大家對一個社區養草一個工作係咪更加熟悉的呢？嗰本我也分享我這個感想啦吼。其實基本上，大家對這個家鄉要有興趣，可以有一個想法來經營這個家鄉。除了也以外，不管你係漢人，也係河洛人，甚至於講原住民，只要你對於咧地方上嘅文化也講產業有興趣，你也可以天天咧去將一個地方上嘅特色發掘出來，推廣俾更多人嘅地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怡欣老師，帶來安精彩的分享，多謝你哦。好，那最後就是我希望說，大家如果對於屏東的文化啦，或者社區有興趣的那個朋友，都可以加入就是社造的行列這樣子。然後我覺得社造它其實需要不同的人，除了就是土的人、在地的人之外，它很需要就是比如說年輕人或者是返鄉的中壯年也可以哈，就是他把外面的知識帶來社區的人這樣子。然後我覺得它需要不同的年齡層一起來共創這個地方這樣子，然後也希望更多的人他可以來參與社造的行列。謝謝大家，多謝謝莫你。好，行業沙期之前，先聽聽我哋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